参选着台南市议员，我台南市议员，前期第9号吼，正南店，我叫我们我的赵坤元，来，赵坤元吼，咱的参选人是咱的吼宋昭议员啊。各位咱遮的各位领头吼，这个队伍，这个大桥，准备吼，咱这工作人员拢准备好，咱15分准备就要到，15分准备要到，赶紧准备要出发，准备来出发，这个工作人员也辛苦啦吼。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脸颊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咚咚咚跳，你的傻，你的坏笑，你不出来了我就喵喵喵。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，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重要，我想你比我更知道。你就是我的女主角。有时候我们都想沉默，脾气不好需要怎么回答？这是我见啦吼，真欢喜，正价吼，林总来支持，要欢迎吼，都是国民国政府吼，即摆要来预表参拜，真欢迎啦吼，要来家庭接吼。掌声给我们鼓励！哇，我们今天非常精彩的演出，我们精彩的处理功夫，来，所有的歌手给咱安排，同款的是咱精彩的演出吼，今晚呢，咱的用餐吼，咱的用餐的时刻吼，咱家的社会工作人员，来用餐的时刻，咱准备好，准备过来，前锋女在，加皇女，他当6.15各位咱这镜头，各位朋友吼，这工作人员，即嘛时间到位，大家准备出发，准备来出发吼。6:15了，6:15就出发了。6:15神教正佛的启动。让我们休息一下。是的，40309。好的，来安排欢迎。光南在新林工业区。要放骑马，放骑马，放3下。
放三响炮的那种表示要出发了，全校正头的动了。全部人准备吼，2秒，准备起来。全校正头都停在北边了，然后要6庙，6庙哦，然后再往太子宫那边。哦，这茶尾超水的，山那个马草水，茶尾超水，茶尾超水。无病无带只顾。你把爱飞进我的心里，晚上时候我有心在你，你又还会问我。